美國孟菲斯田納西州2025年11月3日，呢個用輪胎再埋喺地下邊嘅，然後仲船黃，船子綠色，葉呢就會苦嘅，同埋老。我學 YouTube 呢人整船黃，就用 Walmart 呢個塑膠嘅黑色個花孔冇窿嘅，咁然後一早就落好晒呢人肥，唔係人肥啊，13喺 Walmart 買嘅。落落啲泥子，就成個船子種落去。呢個係1個月嘅啫。咁試下食啦。攞條嚟食下啦，最長嗰條，係咪真係又脆又鹹啊？最長嘅。呢條嚟試下食啦，應該要洗淨嘅個位置。而家做視頻有冇時間洗啊？食個白色先。有船蟲味，好重，鹹就唔覺得鹹，或者生食就唔鹹，煮熟咗或者鹹。記得個概念中呢，係成個球嘅，成個球。即係買個大船子，同嗰種啊。個好處呢，船子呢係在冬天嘅時候，或者啱啱落完雪之後開始轉暖呢，就最旺。一到夏天反而佢上邊呢就開始死，下邊呢一根仲生，個船子仲生。呢個方法呢兩重熱。不過喺你邊個區啊？因為個黑色呢，太陽一曬嘅呢，就會好熱嘅。咁加上呢個有黑色個輪胎呢，同埋黑色個膠孔呢，又隔熱啦。如果你用蠔瓷啊或者鐵嘅呢，就會乜都傳，即係傳熱又傳冷快。所以最適宜都係用塑膠輪胎呢度呢，鄰居掉滿街垃圾嗰啲廢物循環，呢個就要錢啦。呢個11、12蚊，喺Walmart買。